你可知道这刺客是谁派来的？这一路上也有想过，只是不敢相信吧。那刺客我已经审完了。是齐胜吗？他竟对我下如此狠手。开始我也想不通他为何会对你下如此狠手，但是在审问了刺客之后，我终于明白了。太子妃深更半夜被我的家丁带走，遇刺，罪责就全部都怪到了我的身上。齐胜真的是好计谋啊！他为了除掉你，不惜牺牲掉自己的太子妃吗？对于一个即将要登上皇位的人，一切不过是浮云流水般，不足为提。九王，我知道，你也是想得到皇位的人。如果是你，你也会这样做吗？鹏鹏，我定是不会做出这种绝情绝义的事。我与齐胜的不同也恰恰如此，我的心是向着你的。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？记得。那你此时觉得平安康泰、衣食无忧的诺言，足以让你相信了吗？此时此刻我受了如此大的刺激，还不能急着答复你。好，我不会急于要你的答案。我到底犯了什么错？齐胜会对我下如此狠手，还这么着急？九哥，不好了，齐胜人马朝咱们这儿来了。该来的到底还是来了，快去帐外迎接。嗯。大胆九王，居然差遣下人行刺太子妃！太子殿下，娘娘深夜流落在外，臣弟怕娘娘轻欲受损，便容留娘娘在臣弟帐中休息。我的遇刺与九王毫无关系，反而是九王的人救了我。那行刺之人已经拿去审问了，原来幕后指使另有其人。可知是何人所为？还不就是刺客是我一个人审的，还没有说出幕后指使是谁，便挥刀自宫而亡了。自宫？他自宫前都说了什么？并未说出有用的消息。